1、2、3。OK 啊哈，对，会啊哈，哎，我在哈 OK。啊，你们要叫小凯还是叫富凯？小凯。OK 哈，我问大家最喜欢谁，大家就说小凯。最爱谁？小凯。笑脸盟是谁？小凯。然后大家就一起小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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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他喊出来。如果没有喊出来，我就不要欢迎他出来，好不好？哎，今晚对吧？你嘛走袂去啊，对吧？嘛要转去啊，好不好？安尼会使未？小细声啊，会使未？对，谢谢弟弟叫的跟真的一样，可不可以？哦，弟弟惊掉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准备了哦，我就欢迎他出来了哈。记得哦，小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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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。啊，这个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哈，卖爱囥一下啊，刚刚无好看，安尼小凯，小凯，啊，你跟他周杰伦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安尼水，啊，伊是第路 ，OK。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最喜欢谁？小凯。最爱谁？小凯。笑脸盟是谁？小凯。我们一起把它喊出来，1、2、3，小凯。小凯，小凯，小凯，小凯。欢迎小凯，谢谢。辛苦你们了。笑脸盟算下雨，把你们热情展现出来，一起来哦！不管成功的路我歹行，不管风雨将阮安怎打，不管过程怎样去变化，不管结局会变安怎，免惊，失败的阮无算啥。青春少年兄，你莫去理想的脚步一步一步行。我不管别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予你看。我的心头痛，向前行，总是好名声。我不管头前风雨偌大，我一定打拼做予你看。不管山会放，海会干，我会徛伫这，唱我的歌。OK， 把你双手借给我，虽然我没有手。不管成功的路我歹行，不管风雨将阮安怎打，不管过程怎样去变化，不管结局会变安怎，免惊，失败的阮无算啥。青春少年兄，你莫去理想的脚步一步一步行。我不管别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予你看。我的心头痛，向前行，闯出好名声。我不管头前风雨偌大，我一定打拼做予你看。不管山会放，海会干，我会徛伫这，唱我的歌。就是打拼做予你看，我的心头痛，向前行，闯出好名声。我不管头前风雨偌大，我一定打拼做予你看。不管山会放，海会干，我会徛伫这。我不管别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予你看。
我的心头痛，向前行，闯出好名声。我不管头前风雨偌大，我一定打拼做好人看。不管山会东，海会高，我会徛伫这，唱我的歌。 少年们，大家好。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下雨，然后呢，好几场活动也都在下雨，很谢谢你们一直陪我到最后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，请给自己一个掌声，感谢你们，好，谢谢。今天非常感谢苗栗县政府，还有台电。 还有我们的中油，记得我们要节约能源，然后也要去中油加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接着呢，我要带来第二首歌，这一首歌，因为呢最近秋天要来了，所以呢会带点。不是啦，不是，秋天来了，所以呢会有点微凉，就是对，我都不用讲，你们自己都知道啦。带来这一首很轻快、很可爱的《你就会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 大家知道这首歌的重点吗？知道吗？好，我不用讲，你们自己就 OK。麦歌的啦，开头。阵阵风吹啊吹来淡薄仔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啥？今夜的天气。 你一定知影，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又多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中来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听月娘笑阮，笑阮这么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 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。 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耶，很好。待会我们再整齐一点 ，OK。然后双手记得要取爱心哦。谢谢你们哦，谢谢。谢谢。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听月娘笑阮，笑阮这么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会唱歌一直唱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。 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。 是我的一切，
笑的温暖的年少陪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飞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你们，每一位宝贝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宝贝，谢谢，谢谢小凯。我特别呢跟我们呢，等一下，我有一句话要讲。好，你手拿这样，后面又撑着伞，很奇怪。什么的？怎么样？不是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啊，那是怎么样？是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我帮他撑就好了。啊，你帮我撑就好了啊！啊，你帮我撑就好了啊！你先下班一下啊！你先下班一下。你要后面打鼓也可以。也打鼓好 solo 一下。小凯，我要跟你说一件实话。您说。这些姐姐们是包游览车从台北来到了我们呢苗栗。是。哇，来到了现场要来看你。来到了我们的外埔渔港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之前没有这个伞棚，他们是在后面淋着雨，撑着雨伞，而且穿着雨衣。谢谢你们。这些姐姐你一定要给他们说几句安慰鼓励的话。安慰鼓励，我觉得应该是用一种爱的言语来融化你们。自己讲我都讲不太像，我是安慰鼓励啊，真的安慰他们，真的他们真的下着大雨，真的很辛苦啊。因为呢，每一次活动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那个性格就是那一种，就是大咧咧的这样子啊。对，所以呢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很多的活动，很多的现场，不管是刮风或者是出太阳，他们都这样子陪着我，是一路。哦，一路的陪伴你，而且还有一些从台南、高雄的也来到了我们的苗栗的外埔渔港。我爱你们，谢谢，这句话最爱了。还有台中，还有苗栗，还有彰化，要哪点？来，我觉得我们就来直接跟大家直接下来吧，好不好？澎湖的吗？对，还有澎湖的哈。好，有从哪里来的？台中的狙击手，台中的。好，还有哪里的？小姐你好，台中的台小姐你好，我知道，还有哪里的？苗栗，这苗栗的姐姐，客家朋友吗？林边是高雄哪边嘛？你好，这个姐姐啊，跟着她的老公啊，还带着孙子啊来看你啊，是，真的啊，可以给我一个东西吗？你用去是不是？还有头份演唱会也看，真的，谢谢，感谢你。你看到本人，够漂亮。这边漂亮，你还抬杠的，太早了，你不是漂亮啊。电视较无，你电视较无帅哦，你当电视歹去啦。阿姨，快呀！阿妹，阿姐手的，甲小凯阿姐手的。阿姨只要帮我手推。对了。谢谢。基山的嘛，我基山人，感谢。看到有啥物话要甲伊讲一下？没有啦，我就祝福伊安尼一切就安尼。哦，谢谢。一直请哦。本人啊，你到底是海去啦？啊，你不要讲话，你要讲都引导。哎呀，我都引导啦吼。我嘛是引导啊，对，感谢你。啊，伊无漂亮啦，伊是引导啦。对。啊，伊嘛漂亮啊。啊，你几岁啊？哦，70岁啊，哇，70岁。我最爱看唱歌，我最爱听你的唱歌。哎呦，今天哦，你秀姐，你那个刚刚那个有没有？我是你的宝贝。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好冷淡的宝贝哦。不是宝贝，就是要。还有哪里来的？真的，哪里？台北包游览车的就这一群人。好基隆啊！这个基隆的姬小姐。不是季小姐啊，天狼哎，季小姐，来，谢谢您啊。哪里来的？台中啊，从台中啊，你从什么洞？台中啊，好，慢慢来。我等一下再送，等一下，好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各位姐姐们，我们来跟小凯拍个大合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之前我被专辑，
好，然后也一起进来。哦，好，是的，是的，大选什么县长之类的。没有，哎呀，一起拍一个大合照。你们先跟小凯拍，然后我们再来一起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让小凯拍，然后我们雨伞不要拿了啦，好不好？小凯，我们大家都领着你来，全部的人集合，来跟小凯拍哈。我喊1、2、3，你们喊叶红哈。我喊1、2、3，你们要后退一点，你要后退一点哈。1、2、3，耶！再来一次，1、2、3，耶！你看伊粉丝团就看啊。好，哎，我也要帮我拍一下，我马上来叶起来，我马上来叶起来哈。1、2、3，耶！多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说真的。我今天看到各位姐姐们来到了现场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是。我说实话，他们呢就在那边淋着雨，我一直请他们到骑楼下，他们都不愿意，怕位置被抢了。4点半就来了，辛苦你了。真的4点半就来，3点半。好，他知道了。你这时他没办法讲话，好不好？你先听他讲话，好。其实你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他们任何的行踪我都知道。而且你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差不多知道他们的名字啊？如果说要全部的名字讲出来，可能还有点困难。可是人我都知道是谁。对，是哈。对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这个姐姐一直很活泼，她是谁？杨小美啊，小美哦，就是你本人。哎，一起换个网友哟，不是那个小美啊，你是谁？台中哎，回家来。对，我们都是台中。秀君啊，哎，再问候一下，哎，林边的阿妈，你叫啥？当时阿姨的。阿妈。杨太太。杨太太，记得杨太太哈。杨太太不会用 Facebook 啦。没关系，用买专辑我就。还有人线上直播跟线上直播的朋友问声好。嗨，你们好。有。哎，你真的很现实呢。我跟网友互动，结果你马上推到那边小凯那边，把我踢掉了。是啊，小凯来，哎，这样互动可以吗？还有没有什么你想要跟他？人家想要什么？跟他讲什么？文痴我知道，文痴啊，避免我也知道，文痴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文痴啊，文痴，我要讲一个，因为呢，昨天有一个粉丝的女儿传了讯息给我，对，然后跟我说她妈妈今天生日，哦，在哪里？郑妈妈，哇，郑妈妈，那你要唱歌，哇，郑妈妈，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 ，Happy Birthday， 再见。掌声鼓励啊！谢谢你们。哎，人家今天生日，你也要唱个生日快乐歌啊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, thank you。OK。哎，那还有没有什么？还有没有你刚刚那个什么芝啊？文芝啊，他知道了，今天你要来，我有在我的粉丝团 po 你今天会来，还帮我转 po 啊，谢谢。那请所有的小凯的粉丝来到现场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还有没有什么话要想要？你们叫，而且他还特别发私信给我说。小凯这一段要做久一点，然后访问久一点，这样够久了吗？如果不够久，我们再来聊聊天。还想要跟小凯聊什么？真的文字有交代，有没有问题想要问的？还是有什么问个一题就好了？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跟小凯说的？有没有什么话？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12发专辑。哦，你讲话都闭嘴啊！什么12发专辑？反正呢，就是现在筹备当中了，请大家敬请期待好吗？那请大家多多分享。好不好？好，还有问题，小美来。请问小凯，第一场的演唱会在哪边？哇，演唱会，这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了。其跟刚刚一样，还在找场地，所以也请大家就是看我的脸书，会有动态跟大家分享。脸书有没有去给他按赞的啦？有按赞的请举手，有按赞的请举手，都有按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带来一连串的老歌要送给大家。哇，真的，那到时候要跟大家握个手啦。好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不然都没有这个近距离、零距离的。我有带礼物要送给大家了。什么礼物？海报跟我之前演唱会的那个 T 恤，那个 T 恤。啊，你有 T 恤，你都没有送给我 T 恤，你都送给大家。可是我怕你穿不下去。哎，这有在直播，你给我好好聊好不好？你会不会聊天啊？你弃佛吃亏啊！好嘞，不要开玩笑了，来。
接下来就来带来一连串的老歌，献给我们的所有的小凯的粉丝们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欢迎许富凯，掌声鼓励。姐姐，谢谢哦。我先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这是我的 T 恤，请你们回去。谢谢。哎，我们的粉丝哦。 虽然是你。